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庙水，就是一困起的门床顶，马上就困加多人，竟然是严重的困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。台中有一个63岁做保险的女主管，就是安尼，一上床马上就困去，都参坐无人机，嘛是随困去困到位，结果做这个健康检查，有真严重的困眠呼吸中止症。医生来提醒，讲这个组织性的困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，有高达80%以上无互诊断出来。若记载仪器无来处理，较会来得到三关甲心血管的疾病。63岁潘小姐困眠真好，甚至伫咧飞轮机顶体力就睡困去，根本无食过飞轮机餐。心到健康检查，所发现得到困眠呼吸中止症。飞机起飞还没有到天上，我就睡着了。然后呢，就直接飞到目的地，我吓很大跳。怎么说？因为我就觉得我健康没有问题啊，那为什么是我的身体是在发炎当中？潘小姐看到报告，嘛惊一条，明明困眠的品质真好，定定困到天光。不过检查显示，伊10点钟呼吸中止170.5拍，等于无到1分钟就中止1拍。困眠内底血栓素高度上低是敢73%，比正常大家必须伫咧95%以上。这样的病人并不是因为他心肺换气不好，而是因为你的呼吸道已经被阻塞，空气没办法进去，才会导致他血氧浓度慢慢的下降。而且这是比较严重的是，病人在夜间是没有知觉的。医师解说，65岁以上的许多人困眠呼吸中止症可以行起来，因为筋肉虽有年岁无弹性，对着气管就较会寒。阿妈滚背底就下海民众，若是无经过诊断的治疗，都可能会增加3关心血管疾病等并发症风险。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，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高血压、周状血管动脉硬化，包括心脏的问题。心肌梗塞或心脏的缺氧，还有在脑血管的疾病。根据美国医疗期刊报道，组织性困眠呼吸中止症患者有86%到99%不互诊断出来，所以就算平常时较困在路边，困眠品质好的民众嘛袂当代替，量早检查才当提早预防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